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頂會有提起到保羅身軀有一支刺，這支刺，互伊學習會曉祈禱的功課。咱今日要繼續來看這支刺帶予保羅的另外一項操練，也是咱應該愛學習的。而領受上帝話，進前咱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求你即時互阮安靜阮的心，互阮心靜靜來領受你的話。求你透過你的話，親自啟示阮你的心意，互阮會當照你的心意去行，通互你的名得到榮光。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咱佇研讀哥林多前後書的時陣，咱會發現一寡問題，就是這兩本冊吼，有一寡所在看起來是介像無連貫性，特別是後書的所在。咱若看後書的第1章到第9章吼，保羅寫批的語氣吼，攏是用勸勉、鼓勵比較較濟。甚至也學了哥林多教會的信徒。譬如講，咱若看第9章，保羅就鼓勵哥林多教會信徒，佇幫在耶路撒冷遐送香的信徒頂面，愛盡一寡氣力。保羅來因講吼，所有馬其頓的信徒，攏咧哥林多教會學習，所以因咧繼續保持這個好的見證，互因會通繼續學習。所以這是一種鼓勵，勉勵甚至但學了的話。這款類似的鼓勵的話語，佇哥林多後書的頭前9章一直出現。但是突然間到第10章的時陣，第10章到第13章吼，咱會通真明顯看見到保羅伊所用的語氣吼，完全改變，變甲非常非常嚴厲，非常嚴肅。一般來講吼，咱寫批袂安尼。譬如講，我若知影阮後生佇外口咧揮淚，寫一張批要起來勸勉，我頭起一定足生氣的。這些互我知影的歹代誌，攏來寫，吼，我你閣繼續安尼，你就知死，吼。然後寫到尾的時陣，一定想講我若來袂到傷慘吼，可能伊安尼以後就無要插我，嘛無要接受我的勸勉，所以寫到尾的時陣吼，就可能會寫一寡較鼓勵的話，會當寫一寡較互伊聽了較聽會入耳的話。一般人是安尼，咱要寫一張批信互別人，一定是有一個目的。若開始真生氣的時陣，寫的一定是真嚴厲的話。寫到尾一定較平緩。哥林多後書多多倒變，頭起寫真濟鼓勵的話，後壁突然間變面，寫真濟遮嚴厲的話。所以有聖經學者，伊就安尼認為，伊講第1章到第9章吼，可能是保羅寫的其中一張批信。意思講保羅吼，可能毋是干那寫2張批互哥林多教會，可能寫真濟批互哥林多教會，但是哥林多教會來收集起來，來編輯起來，變做2本，前後書2本。所以有可能是骨力張批所合起來。其中後書的上尾4章，可能是單獨的一張批，因為保羅知影佇哥林多教會發生一件代志，伊必須要馬上處理，所以伊用真嚴厲、真嚴肅、真緊的這個語氣來勸勉哥林多教會。到底發生什麼款的代志？咱來理解，伊當時
保羅咧傳福音的過程中間吼，有一群人吼，對保羅吼真愛攻擊，攏揪保羅的後骹。保羅若去倒一個城市，設立一間教會，傳講正確的信息了後，伊通常會離開一間教會，去另外一間教會開始開拓。這群人就捨棄伊原本的迄間教會，就開始攻擊保羅。攻擊保羅吼，因主要攻擊保羅的部分是因為這群人是一群信耶穌基督了較保守的猶太人，所以因認為講信耶穌還佫無夠，還佫無法度完全得到救恩，佫愛守猶太人的律法，特別是割禮，就是講你外邦人信耶穌，有哪愛受割禮，安尼才會當得救。但是保羅的想法無共款，保羅講外邦人就是咱用外邦人的文化去敬拜上帝，因只要接受耶穌基督做因的救主，安尼就會當得到救。保羅確實是正確的。但這群保守的猶太人，就用安尼來講保羅所講的福音無夠純正，無夠完全，甚至攻擊保羅的身份，講保羅伊也毋是使徒啦，因為照理使徒就是愛跟對過耶穌基督，保羅伊毋捌跟對過耶穌基督，但是保羅講。我做使徒，毋是我佇耶穌基督咧傳道的時陣跟對伊，我是過我耶穌基督親自臨在馬色的路上呼召我，才做使徒。所以我有使徒的身份啊。所以保羅就是用安尼咧辯解。所以咱今日所讀的這段經文，就是佇這款的背景裡面所產生的，因為。哥林多教會有真濟人在挑戰保羅的權柄，想要減少保羅的影響力，甚至用錯誤的信仰要求因接受割禮，來攻擊保羅。所以保羅佇遮吼，伊講伊真無可奈何，伊毋是想要頂啦，吼。伊毋是想要誇口，伊是不得已才自我誇口，為着要互這信徒知影講，我確實是上帝所揀選的，我確實是上帝所交託的，我傳講的，較真正是上帝交代我傳講正確的信息。所以保羅講，雖然誇口無好處，吼，雖然頂無好處啦。但是，我這個時陣需要，互恁知影我的經驗。我即馬要講起主所賞賜我的啟示甲異象，然後伊去謙卑落來，伊講有一個基督徒，伊無講啥物人，伊講伊佇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層天，這人被提到龍園。而且，伊聽見了袂當用言語表達，也袂當用喙齒描述的事。保羅咧講有一個基督徒，其實是咱若看就知影講，伊是咧講家己。伊講我家己有一種特別的經驗，這是上帝特別的恩典。伊捌甲我提起到三層天，第三層天是啥物？第三層天就是因認為上帝寶座的所在。所以被提到上帝寶座的所在，去看見上帝國會遐爾榮美的所在。我甲因無共款，我有特別的這款的經驗，一般人無這款的經驗嘛。伊講，我若有這款特別的經驗的人，當然會當誇口啊。當然會當誇口。因為其他人根本就無這款的經驗嘛，因為我家己得到上帝
真大的恩典。但是保羅接續伊安尼講，伊講我要為着這個人誇口，但是除了有關我軟弱的事，我無要為家己誇口。伊講我誇口嘛，毋是一種愚妄的代志啊，吼，因為這才是事實啊。我甲別人有無共款的經驗，我比提到上帝面前去看去上帝國的美妙，去聽迄個連喙齒都講袂出來的迄款誒特別的異象。但是講我毋敢誇口這個，我永遠攏無講，是因為我驚恁看我超過哦，恁佇我身軀頂所看到、所聽到。所以保羅講，我無要講，毋是講我無即個經驗，我比因更較有經驗，更較有資格。我傳講的信息比因更較正確。所以保羅講到這的時陣吼，突然間就講出伊身軀頂有一支刺，伊捌3遍求上帝將這支刺刷開。但是後來，伊明白上帝的心意是，這支刺還閣佇伊身軀頂，但是上帝恩典夠也一樣。伊知影上帝予這支刺留佇伊身軀頂有特別的目的。而且保羅咧講刺，那親像咧講咱生命中間的困境。咱每一個人生命中間攏有刺，攏有困境。攏有艱苦，攏有苦難，甚至有真濟人承受迄個無法度講出嘴的苦楚，這攏是刺。但是保羅講這支刺吼，咱來理解，像保羅遐尼忠實的奴僕，為什麼主猶原用阮伊肉體頂面有這支刺？甚至無要將伊刷開。保羅佇即個體驗了後，伊發覺講，這支刺其實有兩個目的，一個是歹的目的，一個是好的目的。一個是撒旦的目的，一個是上帝的目的。伊講，撒旦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互伊借着這支刺的苦楚，互伊離開上帝。但是上帝無共款，上帝相關這支刺，保羅佇這支刺的苦楚中間，去體驗着上帝的疼，去體驗上帝恩典教也一樣，這是上帝的目的。所以，親愛的兄弟姊妹，咱生命中間所拄到的每一件代志，攏有可能有這兩項目的，咱攏要特別注意。若咱拄到困苦的代志，咱就離開上帝，按這個困苦就是你的救助。若咱拄到喜樂的代志、歡喜的代志、真歡喜的代志，互你離開上帝，安尼這就是撒旦的目的，就是你的救助。但是咱若倒邊來看，你拄到一個真快樂的代志，你歸榮歸予上帝，你感謝上帝，安這快樂的代志就是你的祝福。你拄到一個困難的代志，這困難的代志，互你真艱苦、真苦楚，但是你去體驗着上帝的疼，你知影上帝恩典教也你用，你了解這是上帝的目的，安尼。這個苦楚，就是你的祝福。所以面對相反一件代志，有可能是咒詛，有可能是祝福。這咱在咱的心肝安怎去看這件代志？保羅直接看見着上帝的恩典，看到上帝的祝福。伊講為着互我無地高，因為得到真濟。特別的啟示來自告驕傲，
有一支刺佇我的身軀頂，親像撒旦的使者咧試聽我，互我毋通驕傲。而且，互我毋通驕傲，這是上帝的目的。保羅講，這支刺對伊來講有十足的苦楚，真艱苦，但總是上帝予伊的祝福，是佇這支刺中間，予伊毋敢驕傲。為什麼保羅咧講驕傲的代志？因為驕傲這件代志吼，是真可怕的罪。甚至有一個神學家叫做奧古斯丁，伊講，這世間上介大的罪，上介恐怖的罪，就是驕傲。為什麼？伊講所有的罪吼，這犯罪的人攏知影伊做毋對。比如講，咱殺人，也是講咱去偷摕物件。這偷摕物件的人攏知影講偷摕物件毋對嘛，所以攏愛佇暗中偷摕嘛，驚去互看到嘛。吼，所以伊知影伊做這件代志是毋對的。但是驕傲無共款，驕傲的人攏感覺家己做對，驕傲的人攏講，我做的是好的，是對的，是良善的，所以較會驕傲嘛。像聖經中間法利賽人。伊講我奉獻，逐項攏奉獻1/10，我對你遐爾敬虔，對上帝遐爾敬虔，我無親像迄個抽象的安尼。所以驕傲的人，伊攏是做好，哦，所以奧古斯丁講，驕傲是源自於這個良善的歹。源自於良善的歹，做好的人較會驕傲啦。所以這是真恐怖。所以保羅講，這支刺吼，對我來講是祝福，我毋敢驕傲。因為伊知驕傲的產生有幾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有一寡成就嘛。我拄則講，失敗的人袂驕傲嘛，做歹人袂驕傲嘛。攏是因為做好有一寡成就，較會感覺家己真滿足，哦，自滿。因為咱擁有別人所無的嘛，咱常常都自滿驕傲出來。有一個故事安尼講，咱古早迄個細漢的時陣吼，國小的時陣，老師有時咧分課卷，攏會量分數，然後量迄個貓咪人嘛，對無？哦，譬如講讚美之，哦，96分，說編完，97分，好，這麼念着一個人講，貓咪人100分，念着迄90幾分的攏講喲，哦，我知，吼，念着迄100分的吼，攏無聲無說啊，講貓咪人100分，老師講到底有來無？貓咪人100分。有來無？伊講我有來，我有來。哎，講老師講，我念遐濟遍，你攏無聽到嗎？學生回答講，有啊，我有聽到，我是驚別人無聽到啦。所以吼，人若有一點仔成就，就想要驕傲起來，就想要互別人知嘛，就想要誇口嘛。所以保羅講，這驕傲是上足恐怖的。所以保羅伊安尼講，我要為着這人誇口，但是除了有關我軟弱的代志，我無要為家己誇口，因為伊講吼，伊想要頂啦，吼，但總是伊知影，伊袂當。所以除了伊軟弱的代志，伊袂當誇口。其實。伊講我誇口嘛，無算作愚妄啊！我講的攏是實話啊！我有比別人較好的屬靈的經驗啊！我去甲上帝的三層天，但是我無誇口，
因為我無願意，講驚了別人的評論較過頭，因所看見我的，伊驚別人將伊抱了傷懸。一個人若叫人抱了傷懸就自滿起來，就驕傲起來。聖經咱講，驕傲佇敗壞進前，公心佇跋倒進前。公心的意思甲驕傲是相共的。意思是講，一個人發狂啊，心發狂。這人心發狂了，都唔知影家己啦，唔知家己是啥物人，因為家己有超大的能力，會當成就遐尼濟豐功偉業，看袂起別人，這就是驕傲。所以這種人就開始敗壞。當開始自滿了心中就開始無上帝。因為我已經足厲害啊，我夠需要上帝。我家己攏會讓家己處理啊，我有辦法啦，所以我為什麼需要上帝？咱最近咧看新眼光，讀經的時陣看到《列王紀》對無？咱看到一個人叫做所羅門，所羅門啊，伊頭殼是真敬虔的。你看伊獻聖殿的時陣的祈禱，你看伊安怎承接伊老爸大衛迄種信仰，頭殼真是對上帝求智慧呢，互伊會當統治這個國家。遐尼謙卑，遐尼敬虔，後來富足起來，開始有好嘢，開始有軍隊啊，開始會曉做迄個聖經中講馬啊因為馬啊是咧燒戰的工具啦，伊開始佇遐做迄個，迄叫做軍火商啦，賣這馬啊，交易，國家賺真濟錢。聖經講所羅門的時代亞魯山嶺的銀啊，比石頭較濟。你若看所羅門咧寫傳道書你就知，伊講伊的人生安怎過，我要愛啥物貨就有啥物貨。所以這種人到尾啊，伊就是心中就無上帝啊。伊成功的時陣，拄是伊開始失敗的開始。所以咱看見到，伊國家到所羅門這代為止開始分裂。一旦心中無上帝，就凡事要挖靠家己，無想要受上帝引帶。這人認為家己通掌控一切的時陣，伊就差不多家己當作家己是上帝。所以，親愛兄弟姊妹，甲驕傲的產生就是對安尼來。所以接下咱來學習安怎對付這驕傲的功課。驕傲的對比就是謙卑。謙卑的第一件代志就是知影家己有限。保羅講，為着互我無至高，因為得到真濟特別的啟示，來自高驕傲。有一支刺佇我的身軀頂，互我毋通驕傲。伊深知上帝互這支刺留佇伊的身軀頂，是要互伊知影家己不足，家己有限，愛做一個謙卑的人，毋是逐項代志伊攏會當超越，愛謙卑。耶穌基督嘛捌講過，有一遍伊的門徒走來問耶穌一個問題，講先生，佇天國內底啥物人上介偉大？你想講伊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是啥貨？意思是講，迄個人敢毋是我？我想講哇，將來耶穌做王阮坐佇伊的寶座邊啊，安尼
吼，啥物人坐伊上近，迄人敢是我。結果耶穌叫一個細漢囡仔來，可以徛佇因的中間來講：我實實甲恁講，除非恁回轉，親像囡仔同款，無恁絕對袂當做天國的子民。親像這個細漢囝同款遐爾謙卑的，佇天國是上界偉大。耶穌咧對因詮釋一種謙卑的偉大。伊咧講囡仔吼，其實咱有時咧照顧囡仔，感覺囡仔真皮啊，真艱苦。咧照顧囡仔真艱苦。但是囡仔有一個真重要的特質，就是囡仔知影家己無夠額，無法度靠家己生活，所以需要倚靠別人。所以伊就謙卑落來，咱家己不足，家己有限制。我有一個表小弟，即馬佇台新咧做總務長。伊細漢時陣吼，伊是阮職員咧吼上細漢咧，伊胖胖啊，足古錐咧吼。阮細漢攏愛來創治啦吼，因為伊是上細漢咧吼。所以攏會叫阮欺負吼，阮若喊伊佚佗就來欺負，伊若叫阮欺負吼，伊就足生氣的，吼氣甲要死啊！伊就摕媽媽吼，咱古早無攏有迄個巾仔吼，絲巾對無吼？伊就把伊的衫啦吼，伊的佚佗物啦，放入去吼，白白的變做一個包袱，吼，歹咧。就離家出走，吼，伊就要離家出走，吼。但是吼，這逐遍攏安尼，無一遍毋是安尼，吼。就是伊離家出走，吼，大家攏氣噗噗離家出走。伊若行出門吼，3步以內一定會跋倒，絕對攏跋倒的啦，無一個無跋倒的。跋倒了就佇遐哭了。這大人是講阮這囡仔驚伊哭到上大聲，會去害阮咧去互罵吼。趕緊來帶帶來吼，帶安大者。為什麼會安尼？因為伊知影伊若出去就死啊，吼，靠家己命活，所以吼，伊就互阮有一個機會來帶轉來，吼。所以這囡仔就是知影家己軟弱嘛，靠家己無法度。所以謙卑的第一件代志就是愛知影家己不足，親像細漢囝同款。第二項，既然咱知影家己不足，咱就需要有通倚靠。什麼會值得咱倚靠？就是耶穌基督。保羅伊祈禱過來遍了，伊發現雖然上帝無照伊的答案回應伊，但是伊聽到上帝對伊講：“伊講你只要有我的恩典就有夠啊，因為我的能力佇你的軟弱的時陣顯得剛強。”所以保羅講：“我體驗到這了，我就愛誇口我的軟弱，通互我感覺耶穌基督的能力來保護我，互我有迄個能力去面對軟弱、無萬、困苦、艱難、甲迫害。我什麼時陣軟弱，什麼時陣就剛強。所以伊得到這個答案，伊知影。”原來佇軟弱的中間吼，有人會當倚靠，就是耶穌基督。親像迄首聖詩咧講：“替我拍破石盤心，互我秘佇伊內面。”伊就當秘佇耶穌基督的內面，得到真實的治療甲安息。這就是保羅的秘訣啊！當伊知影家己有限，
伊倚靠耶穌基督的時陣，伊就得到力量，會通去面對伊所面對的困境。最後，咱看見到保羅安怎講？我特別愛誇口我的軟弱，通互我感覺耶穌基督的能力咧保護我。伊知影伊的成功，伊傳道的突破，攏是來自於上帝的恩典。所以，伊將所有的榮耀攏歸予上帝，毋是伊搞，毋是愛典，是耶穌基督搞，是耶穌基督幫助伊，可以讓超越過人生的困苦。耶穌基督嘛講：我無求家己的榮耀。伊用伊的一生來榮耀上帝。所以，親愛的兄弟姊妹，在咱的人生的過程中間，檢測咱也拄到艱難、困苦、失敗、失志的代志。這時陣是你領受祝福真好的時期。你安怎去全心去倚靠上帝？我靠耶穌基督的幫助，然後你就能去體驗到迄個在軟弱中間所展現的光強。也安尼，咱將所有的榮耀攏歸予上帝。咱就明白，咱的一生主甲咱同行，是世間上介大的祝福。咱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阮感謝你的恩典，感謝你透過今日的經文來提醒阮，愛謙卑落來，承認家己的不足，倚靠基督來面對所有的挑戰，而且佇成功了後，將所有的榮耀攏會當歸予你。因為這一切攏是你的恩典，主，阮感謝你，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